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迎接新的使命、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恩膏。感谢主，让我们在元旦的时候，也是主你的圣日。我们有很多的生活计划、休闲、旅游，但是我们先到主你的面前一起敬拜，所以我们确信一切的恩典、祝福源头从神而来。主啊，先有主的恩典，我们才享受人所享受一切的福禄。感谢主，愿今天的敬拜，今天的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力量跟呼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一起祝福了哈，我们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不知道昨天晚上除了跟好朋友聚集外，有没有真的有人跑去参加什么跨年什么烟火的？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没有吗？还是不好意思？早上我看的新闻很有趣大家都在报什么烟火什么的。但有一个小新闻很有意思，他说有没有人提出好像有人提出说，就觉得去参加焰火，觉得很懒得过去。他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不想参加呢？是开始进入职场，开始工作，那个兴致就没了因为到元旦刚好昨天是休假没错了不然的话平常过元旦好像就赶快躺下去睡觉，舒服睡一觉最好。那我想这是人的一种心态，一种心情。年轻人呢，读书啦，我们这些还没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很喜欢去追星啦到那个那么越冷越地方越想过去。不过总之，新的一年其实我们要安心的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祝福，这个才是真正切实际的。我们看到台湾好像在疫情当中面对一些很不是非常我们能够掌握的情境我们最近这几天另外一个新闻说，我们的政府去年爆发什么？多了4000多亿的税收。但是奇怪，为什么4000多亿的那个税收，为什么民进党会败得那么严重呢？就是很矛盾，对不对？原来国家有赚钱但是年轻人不一定有赚，大概就是这些大厂商这些领导的厂商赚国外的外汇，赚了缴的税多了4000多亿，那现在要怎么样要还给百姓？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台湾这个社会，一方面好像看见了机会，但一方面又看到很多的生命的一种压力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要求神，让我们了解他的心意，找到一条神所祝福的道路。无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多么大的演变，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从岁首到年终，愿神都看顾你，愿大家新年快乐。所以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新年有新的祝福，好不好？好，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感谢主，这2天大家都传一个 LINE 的信息啦，我觉得很有趣。他说，2023年1月1号很特殊啦，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就是礼拜天嘛7日的第一天，那当然是月初跟年初，那刚好3天碰在一起，那是我们今年很特殊的现象。今年的春节也是礼拜天刚好都是在礼拜天愿神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感受，也同样降福气恩典给我们大家那我们一起要来分享这个主题跟这个新年好像也有一些关联就是说异象、启示跟末世，到底刚刚读的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经文。他说，箴言29章18节，他教导说，没有上帝的引导，
啊，这个新翻译的圣经了我们和合本其他的经文就也写说，异象或是启示或是末世，人民就放肆无忌。遵守上帝的法律，就是遵守上帝的指引、教诲的这个人多么有福哈！那异象、启示、末世或是引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的理解是这样子，是带有上帝能力的指引，有可能是个人，那更多的是群体，甚至一个国家。那我们必须形成群体的共同目标、共同的梦想，然后我们得着能力去实践。这个世界这样的环节一直在产生，但是真正成功的不多。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流程有一个段落被割掉了，尤其是最后这个阶段，你有没有得着能力为你的意向去奋斗，然后你觉得很有价值，愿意为它摆上？那就是今天这个箴言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哈。那什么叫放荡无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目标，或是多头马车，没有方向，没有成果。在一个群体当中，很容易看见，哇，你的意见很好，你的意见也不错，但是没有办法整合。到那个一起整合，大家说，没错，就是这个方向，我们一起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一个教会，甚至一个国家，不缺这样的一个方向，或是一个人的一个建立，但是怎么样凝聚成共识，而且大家觉得是可行的，而且有能力，而且愿意去执行，而且做起来充满的活力。那个这是我们从今天这个主题所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那刚刚读了这段经文哈，说尤其特别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彼得再一次引用了旧约约珥书先知的话，他是在针对五旬节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这个大广场里面，一大群人聚集，因为有圣灵的降临，然后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宣讲。他怎么宣讲呢？这段话充满了一个新的激励的力量哈。他说：“上帝说，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所要做的。什么？我要把我的灵倾注给每一个人。我要把我的灵，这个是前提的。我们一起来练这3段话，可以吗？我们更清楚。预备来，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你们的年轻人要宣告现见异象。来，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而且这一段话不只是这样的宣告，而且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甚至给我的奴仆和婢女，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这一段话看起来充满了一个正面积极但是我们要细心的查考。第一个是我的灵，神的灵同在，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奇异的梦，才是有根基的、有实底的，而不是空思梦想。他说：“把我的灵倾注出来，或者说要倾注给每一个人，我的奴仆和婢女。”弟兄姐妹，你愿意领受这样圣灵的倾注在你身上吗？是因为你愿意接纳、愿意高举我们的主。圣灵在你身上产生奇异的作为，感谢主。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想说，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不错，很好，也不是那样欢呼一声就过去了。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先有意象跟启示，然后进入行动的步骤。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我们都会想。可能有人看见一件事情，看见社会的脉动，很多事情进来，很多讯息在你脑中就开始在做整理。不缺那种想法，不缺那种构思，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说，我的灵在你里面，这个构思才是合乎他旨意的。我们要从思想、从构思、从凝聚开始。
然后你要细心遵从神的指引跟教导，而且当你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比如说我们互相教会，我们必须要分享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组织跟计划，然后你还要邀请大家一起付诸行动。感谢神牧师其实在32年前就在我们互强教会，我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感恩，就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很会思考，很会构思，但从没有人说我的才对，你的不对。这个是我们领受神的启发最重要的这一点，因为没有人想这样说你对我错感觉好像很没有面子。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现象。那这个就看见我们因为合一，慢慢再找出一个方向。其实大概在已经是20几年前我们教会在开始思考转型的当中，我们读了一本书，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华理克牧师所写的《直奔标杆》。那本标杆他把教会建造的一些很重要的组织架构做了非常棒的分析。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好像在传福音、教会建造好像没有一个参考书可以做学习。所以那本书我们曾经举行长职的读书会。很感谢主，我知道过几年之后，我们教会就慢慢走向这一条转型的道路。很多事工是从这个得到启发。我记得那本书有引用了一个学者或是一个前个世代1个世纪多前的一位智慧的言语。这个人叫做史迈尔Samuel Smiles。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他是在1812到1904年苏格兰的作家跟政府改革者。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智力》。他写的书因为在当时的英国的社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他提倡节俭这本书他还做了好几本称作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圣经。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一个行动思维的蓝本那我说这一本华理克牧师所写的直奔标杆他在其中一段话里面，他也是在讲意向跟梦想，他就引用了这个 Smile 他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今天很多人把它拿来当座右铭或是不同的文字描述方式但是都用这种格式来陈述他怎么说呢？他说：种下思想，收成行动；种下行动，收成习惯；种下习惯，收成品格；种下品格，收成命运。这位史迈尔在勉励当时的英国人，就是说，当时英国应该就是日不落国，全世界的霸权。美国还没有兴起的时候，他们就是全世界我说了算这样的国家。但是这位史迈尔就提醒他们说，我们不要太过于乐观，好像什么事情在我都没有难成的事。你们要思考，从你的思想开始，然后你会慢慢产生行动。你行动久了就会产生习惯，习惯久了就会成了你的一个品格，换句话就是你的性格的一部分。这个性格就会决定你的成败，你的命运。我们常常很多人就停留在思想上，想了很多，但是没有行动。有的是想的不够透彻，行动错误了，方向错误了，然后那个错误的习惯就形成你的一个失败的命运，因为你已经脱离不出那种束缚跟格式。那牧师觉得说，一个人他的成功常常跟他长久养成的一个方向跟目的或是目标有关。最近呢，我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台南有几间那个排队店，就是那个小吃非常棒的小吃关门了关门了。我说奇怪，那生意那么好，排队为什么会关门呢？原来
成功的背后是这个店主，他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功夫，几十年的沉淀，所以他在半夜2、3点就要起床，开始备料，开始为他们一天要服务客人的，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不能煮太久，不能这个品质一点失败，所以他变成一种习惯，他不会觉得半夜3、4点起床有什么样困难，是因为他这样的习惯，他这样的一个行动，然后养成他的品格，所以很多人喜欢吃他的东西。今天来吃，不错吃，下一次再来还是一样好吃。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出门在外了，回来就想要去这个店里吃一碗他所喜欢的，甚至国外还是这样子。我记得牧师之前在盐城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位从盐城教会出身的我们台湾很出名的音乐家、作曲家，叫做萧泰然，大家认识他，他现在已经过世了这位萧泰然教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在盐城教会服侍了后来因为移民美国慢慢就变成一位台湾出名的音乐家。那个时候他能够回到台湾，慢慢身体已经不好，还坐轮椅。然后有一次他回来盐城的时候，大家告诉他说：“你来盐城，回到这个老地方，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去吃2间那个店好吃的东西，碗粿还有米粉汤这样子。”一个漂流世界各地的人回到他的故乡，就想要吃那个美好的味道。我们想说，这些人虽然看起来不怎么起眼，他就是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但是你要看见他几十年的坚持，造就了他那个摊位那个美好的味道。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做大事、国家大事，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当你的思想、行动、习惯、品格跟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期待这个生命有他所给我们的提示，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的一生的目标当中，其实不缺乏思想，但那个思想是要经过验证的，找到神给我们的启示，而且你要坚持的要去执行，让它实现。所以今天在新年的开始，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神国的梦想家。梦想常常有时候是带着负面的或是消极的意识的，其实不是。我们教会，我说牧师在这边前后已经经过了32年，我们的教会家庭小组在积极寻求意向的时候，包括我刚刚讲读了这一本10本标杆，通常意向都不是讨论来的，开会讨论来的。从牧师的经验，有时候是一群好朋友，大家一起吃吃喝喝，哇，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就蹦出来了。但是也许讲完了这个宴席散了，它就没了。但是可能有人会 catch 到那个点，这个不错然后就开始我们说孵梦，就开始在那边慢慢的凝聚，说这个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人开始全心寻求、祷告、默想，从圣灵得启示的时候，慢慢就形成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出来。所以寻求意象有时是一个人的灵修从神得到的一个 insight， 然后也常常是一群人，因为你同心合一，以神国为念，然后把自己私人的想法不是那么的固执，然后大家一起凝聚，然后发想而来。教会是这样子，家庭也是这样子，你自己的公司、你的事业也是一样。刚刚我说，有时候我们听到意象当我们讲到梦想，通常是比较负面比较不是很正面积极的一个文句我们从白话来说，意象好像是梦想、逐梦异想天开。不过
它的价值跟有没有价值就差在那个一念之间了哈，或是一个抉择，一个确据。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说，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科学发明，通常是异想天开才会得到。如果说你说啊按部就班，按照旧例哈，就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发现到现在整个这个科学的发达到一个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地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古代的人嘛，就是前一个世代，他觉得说，怎么有可能一台那么重的机械做的飞机可以飞上天？任何人都觉得不可能，对不对？但就有人觉得不做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试试看，对不对？莱特兄弟他们就觉得试试看，然后他真的把一台全部用不论是铝啦，或是这些机械的铁的一架飞鸟，一个铁鸟飞到天上去。当时清朝碰到英国船坚炮利来中国的时候，很多守旧的那些官员说：“不可能啊，铁那么重，怎么会浮在水上？”钢铁的，以前中国也曾是航海大国啊，他们就是用大的杉木，对不对？很多木材把它造了一艘很大的船呢，怎么有可能铁的东西会浮在水上呢？但是就有人去思考浮力的原理，空间跟水的浮力，或是空气动力这些东西，有人去找到了他的新的思想出来。所以这些伟大的发明都是一群人在异想天开。我们知道台积电不知道养了多少科学家那些工程师，他们大概我当然不是在里面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弟兄姐妹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可能有10000个思想，可能才有1-2个会实现，有的是给行为，反正就丢了。但是就是有人愿意尝试，愿意实验，愿意去努力把它实际出来。所以伟大的成就通常都是从不可能开始发想的，大家都理解。圣经旧约这个约瑟这个少年人，他做了一个梦，他的哥哥很讨厌，说这个弟弟走过来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做梦的。”真的把他看成做梦的。但是这一个约瑟，他知道这个梦，神好像要跟他说什么，所以当他还没有实现梦的时候，是先受苦，先被抓被卖。所以39章2节创世纪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百事顺利跟那个梦还没有关联呢，但他就一直圣洁，在神面前圣洁，跟神产生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就跟随主。所以21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面前蒙恩。23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这个梦是约瑟的梦，但是他知道这个梦是从神而来，他只要按照神的道路走，虽然眼前是好像是相反的，眼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因为神的同在，就逐梦踏实。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做梦常常都是一个负面的言辞啦。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晚上在做梦特别是你有心事的时候，或是一些人世间一些吵杂的事，你会晚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我们都会讲说害我做梦都没有好好睡通常把梦做一个很消极的排斥。是的，这是我们人的一个身体生理机能，但是我们其实要做的是白日梦。那白日也是负面的名词嘛，但是记得很多伟大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人敢做白日梦，而且愿意把梦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话来做一个激励，说敢于白天做梦的人才是可敬畏的人，敢于做白日梦的人，在他的生命就有无限的可能。勇于做白日梦的人，他的生活就充满了意义、价值跟喜乐。换句话说，这个梦
会不会让你产生动力？这个动力会不会让你产生一个实践的能力出来？啊，这个能力，你发现这个果实是跟你的梦越来越接近了。不可能的梦，白日梦，不是明天就马上实现，所以你要走过一段模糊的，甚至是反面的，那个才是你的考验，对不对？你那个坎没有走过，你的梦就消失了，就像气泡一样。那这重点是因为你这个得到圣灵的能力，给你实践梦的能力。麦克阿瑟将军跟松下幸之助就是我们的那个日本的一个企业家，他随身携带的座右铭，他这样说：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的梦想不实际。梦想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而是为了给你人生带来意义、盼望和力量。这句话讲的彻底，让我们的心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哈。如果是实际，就不是梦了，对不对？啊，我们按部就班，每天事情从早到晚就是照那个流程走没有什么梦想。梦想就是你敢跳出舒适圈，梦想就是你想面对失败也不怕，梦想是你想敢于挑战自己的潜能有没有被神所启发出来。感谢主。最近听了2个故事很有意思了哈，那是逐梦踏实，把梦想当成事实的一个见证。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可能很多人去过巴克里公园，对不对？崇明里，有很多人是崇明里的里民了哈。他曾经得过全国10大优良公园第1届全国景观大奖，在2007年10几年前也得到全球卓越建设奖。牧师有时候经过中华路或是附近的这个文化中心周遭很多建案的看板都写巴克里3个字，换句话说，他们就很想用巴克里这个公园的名称来让他们的建案非常的凸显，因为我们就建在公园的附近大家可以享受这个公园所带给你优良的住家的环境。但是这个公园原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垃圾场，但是有一位里长叫李仁慈里长，他成为公园的守护志工，不放弃任何的困难，不丢下任何人家的责骂也好，人家的阻挡也好。他原先是一个40几岁就有能力退休享受人生的人了应该是做事业那一方面的。然后他就邀集了2、3个喜欢爬山的人，想说哇，我这个退休好好享受人生，去爬山，享受那个台湾高山的美丽享受美好的风景这样子。然后他有一天看到我们这个崇明里有一个垃圾场那边大家都把建筑废弃物都丢在那边，因为那个是3不管地带，尤其那个跟以前的仁德乡有一些交界所以就产生一些反正3不管地带就有人乱丢垃圾。他觉得说，在市区里面竟然有这样的脏的地方，他就邀集这2、3个志工开始把垃圾清掉，还申请了市政府的垃圾车来把一车一车，经过车了好几百车就对了。挖到有一个程度有一些生意人觉得你这样做危害到我们呢就排斥他，甚至去告状说你怎么政府可以让私人申请垃圾车来载东西呢？变成他没办法工作。他想一想说，既然私人不能申请，那我就来选里长好了选里长就可以公权力来申请车。他真的去选里长，被选上了。那经过好几年的努力，很多志工以前是旁边在看，好像你们在干嘛没事黑白找代志做安尼，就加入了。去崇明里一些志工慢慢把这个公园变成一个非常棒，恢复它原先的地理这个原先的地形呢。然后他们一些人就去研究说，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
竟然发现说，原来在荷兰占台南的时代，那个地方就是水源地，有一个陂塘，在那边可以取水，今天竟然变成垃圾场，所以他就更加的有信心说，我要把它清出来，然后就很多人拍的这个经典的照片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崇明里的这个巴克里公园在秋天的时候拍起来不输给外国的景色所以难怪那个建案要用巴克里来当他们的招牌，对不对但是一个里长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把它完成，现在大家喜欢去散步，去那边参观这个风景。这个里长他自己讲一段话在网络上有写，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能够被那条被人遗忘的河道能够重见天日。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的小孩能够跟邻家的小孩牵着手，踏着蜿蜒的步道，穿过美丽的公园，平安的上学去。”他选里长，然后实践了他这个理想。我记得当初我们的母会东门教会，还有什么奇美的什么那个志工团队啦，或是台南企业的结婚呢，很多人都投入了那政府当然看到他们有很好的成果，也加入了这个行动，让这个公园从一个废墟垃圾场成为一个台南是一个好像一个都市的会。当然现在就连接到整个台糖，到后来我们看现在整个奇美博物馆整个环境都被改变了。逐梦踏实，从一个梦想不可能，然后把它实现了。另外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在南非有一个岛，很像台湾的绿岛一样，因为在南非国土的外海，所以呢非常险峻，而且风浪很大，所以就变成一个关囚犯的地方，也就很像火烧岛绿岛的监狱一样。尤其很多政治犯被关在那边，因为不怕你逃，你怎么逃？不可能。然后这个罗本岛的监狱有一个囚犯，这个囚犯没有名字，他只有编号，叫做466号。这位囚犯呢，在里面关一段时间了，他在想说，人被关在这边，要有一个理想，他就开始跟那个监狱的管理员，他是典狱长，跟他讲说，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囚犯找一块空地，让我们种一些蔬菜，种个番茄。当然一开始那些管理员当然嫌麻烦，怎么可能还让你们去种田？你们被关了，被处罚了，还有让你那么好的事情但这个囚犯就是不死心，一直讲，这样会让这些犯人有一些注意力的转移会陶冶心情讲很多好听的话。到最后这个典狱长袂堪的一路就对了袂堪的，好了，试看看他们真的把监狱一块地辟出来种菜，而且种出了非常这个口渴的这个番茄这样子。然后这位囚犯觉得有一个开始了，继续他就争取说，这些囚犯有些很年轻很喜欢运动，我们南非喜欢踢足球，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囚犯在那个这个监狱里面设一个足球场，再来踢足球？当然有被反对了那就一直争取真的很有趣就是他们竟然真的成立了一个足球队，这个足球队到最后还参加国家的比赛，还被国际足球总会把它承认，说他这个队叫做罗本岛监狱足球队。这位囚犯他又不是没事干，而且他是政治犯，等于就是良心犯，他干嘛做这种事情？他知道说他要一直持续一个梦想，要把它实践。这位囚犯大家可能半猜到了，他就是曼德拉，南非的前总统曼德拉。他一直持续这种信念，所以让他关在黑牢里面，他不灰心。你知道很多政治犯，他很有理想，但最后他敌不过那一种心理的压力，或是那一种幻灭，所以就有时候是疯掉了。
有时候就是整个人变成废人一样。这曼德拉被关了20几年，出来还选总统，而且他促成了整个南非这个国家的和解，黑白的种族的和解。所以后来我们很多人就认为说他大概就是20世纪那个代表性的人物了哈。那当时的克林顿呢，还特别陪他去看他当初被关的监狱。还有我们看到奥巴马也来了哈。那一个囚犯变成总统，一个被关了20几年，丝毫不放弃他的意志、他的思想，是因为他知道，人一旦没有思想就老了，一旦没有思想就被淘汰了。弟兄姐妹，这位曼德拉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遇见什么样的生活。不要抱怨自己活得无聊，不要羡慕别人活得鲜亮。你没去，生活就没有去；你有意识，生活就有意识。”这段话成为曼德拉一个一生努力实践他理想的人。弟兄姐妹，我说很多人都有理想，很多人有期待，但是很多人是把这个梦变成实际，有的人是只想在他的思想当中呈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自己跟神国来做梦。第一个，我们常活在成长的边缘，意思是说，我一直不满足于现状，我觉得还可以再成长，可以再努力。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喜欢跑马拉松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在散步一样，走一个家庭式的马拉松跑个5公里像散步一样走完了。但他觉得不满意，就变成10马，再来就是半马再来是全马，他就跑下来了。很多人爬山从郊外的山开始爬，慢慢他觉得说我可以挑战这个高山了，然后开始学习装备，训练体力，然后找向导，然后慢慢他成为百岳的尝试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找寻说，神到底给我什么样的方向？到底我有没有能力去实践它？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倾注在你身上，那个能力就给你了。所以不要限制自己，努力寻求，多方尝试，而且你要学习在一个群体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我们分享验证，求上帝赐下实践的能力。实践能力就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周，元旦开始，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在我的生活上、我的家庭，甚至我的工作、我的事业，神给我一个意向，不要怕那个不实际的梦。那个梦如果是神给你的，他就帮助你，他就有能力让你实践它。我们也一起为互相教会来做梦。这些梦是在我们所设的目标，我们需要更多人来认同、来参与。我们在2026年迎接社教54年，我们要思考说，互相教会在东区这个地方，神赐给我们这个位置，到底我们能为主做什么？我们为神国的复兴做什么？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显现的旨意，大家一起凝聚，看见新的时代，很多人怎么样被神所用？我们要为门徒实践培训落实来与造就来做梦，为信徒生活的更新与丰盛来做梦，为实践社区福音大使命来做梦，而且让我们成为社区的祝福来做梦。有时候做梦就是一个想计划写起来就丢了，但有些人愿意为神摆上。特别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说，我们怎么样传福音，带领一些原来对教会、对福音没有认识或是排斥的人，愿意走进来，是因为你要尝试神给你的能力跟恩典。你没有做，我们就说不可能嘛。你一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就给你了。记得去年我们12月第2个主日，我们举行洗礼式，有20个弟兄姐妹受洗。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参与第一线幸福小组的人，他们可能邀了10-20个被死的进来，但是最后只1-2个受洗。你看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没力气了？如果没有神给你的意向，
没有神给你爱灵魂的心呢，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投资没有什么那个没有办法那个保值了。但是就是因为再怎么困难我都要做，因为是神给我的使命，所以他们愿意摆上，一届一届继续办。今年做不好，明年再来，因为神会给你更多的一个资历跟经验。期待弟兄姐妹，你也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求神给你意向，而且重要的是，这个意向是可以踏实的、可以实践的。因这些圣经的经节，看见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看见教会实践的神给我们的意向。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个人都被神所祝福。我们要一起做祷告，然后来做一个差派。好，请音乐可以开始。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圣经这段熟悉的经文给我什么样的启发？我们要得神的指示，看见他给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像先知约珥所说的，神的圣灵亲自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像约珥书所说的，我们儿女要宣告神的信息，年轻人要看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这些不是空思梦想的梦，不是白日梦，而是可以逐梦踏实的梦。神给我们成为神国的梦想家。第二个，我们为教会新的一年的事工摆上，求神亲自带领我们，按照神的意向走。你也为你的个人的生活、工作、家庭，神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愿神赐给你能力，来实践它，来完成它，来造就，来见证神的作为。第三个，我们为我们的所爱的亲人祷告。有的弟兄姐妹遇到病痛，有人遇到人生的挫折，有人在工作上不如意，我们都求神亲自为我们开路。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另一半，为他祷告，求神赐恩典在你的家，让我们因为跟着神的道路走，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新的亮光、新的力量来成就它。我们一起开口或是默祷，在神面前将自己的事来摆上，一起来祷告。天父神，感谢赞美你恩典，能同在，你能力强能动，一起来平安跟我们同在，世上我们来感谢赞美主，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力量跟我们同在，祝福跟我们同在。神啊，将你的日期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实践的，是得神祝福的，得平安得恩典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能力浇灌他们中，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在摆上，愿你为神而做。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开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要有上帝的引导，我们要遵守神你的法律，我们要领受约珥先知的宣告，你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宣告你的信息，要看见异象。我们即使是老年人，还要做异梦。主啊，将这些异象、信息、异梦放在每一个爱主你的弟兄、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些要形成教会的异象，形成家庭的异象，形成我们工作事业群体的异象，我们个人的异象。神啊，赐给我们能力，因为圣灵同在，我们就有能力来实践它，去追求。即使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失败，我们都知道有神的应许，神就要帮助我们来实现。感谢主，新的一年，求你带领我们教会整个事工的进行，越发的有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被疫情所来掩蔽，让我们奋力向前。我们为国家、为了社会平安喜乐来祷告，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关心的家人、亲友，以及我们教会的同工，遇到病痛的，遇到生活上遇到困难的，家庭有困难的，还有事业有困难的，求你都亲自来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体验到神的同在，
那个力量，让我们不会退缩，继续勇往直前。神啊，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上，年轻人交到你手上，让他们看见神的保护、神的保守，让他们行出一个神所看见美好的新的一代。求神的平安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